Hello，今日帶大家嚟到巴黎熱門景點七大神廟之一嘅海神廟，門票7萬5印尼盾，入場後都要行一段路，大約15分鐘先嚟到岸邊景點。穿過呢度善樂門，我哋直望印度洋。海神廟嘅印尼語係 Tanah Lot，Tanah 係礁石 ，Lot 係大海咁解，合埋意思即係海中的礁石。我去嘅時候正值潮漲，海岸波濤洶湧。右邊呢座懸崖斷橋係景區另一個神廟巴都龍博。海神廟喺懸崖嘅左邊。相傳喺16世紀，有一個爪哇嘅印度高僧嚟到巴里傳教，嚟到附近認為呢度靈氣充沛，海中巨石閃閃發光，係祭祀海神嘅好地方，決定喺岸邊蓋一座神廟。不過受到當地嘅首領反對，想趕走佢，於是佢用神力將自己修行嘅岩石推向海中心，然後喺海中巨石上面建立呢座海神廟。同時為免神廟受大海浪嘅侵襲，佢仲將自己嘅腰帶掟落海中心，化為一條大海蛇保護廟宇。所以當地人會善待附近嘅海蛇、毒蛇，將佢哋當為海神廟嘅保護者。潮退嘅時候會顯露一條朝聖之路，供遊客信眾行過對岸嘅海神廟。不過而家正值潮漲，非常大浪，係冇可能過到去嘅。不過我哋可以喺另外一個角度，透過層層相疊嘅海浪，同傳奇嘅海神廟遙遙相望，欣賞呢座漂浮喺印度洋之上嘅海上明珠。遙遙望住一重又一重嘅巨浪衝擊礁石同埋海神廟，突然有個感慨，覺得佢好孤獨。同時我諗起佢喺海中心屹立咗500年，冥冥中好似感受到守護呢座島嶼嘅神秘力量。臨走前見到張海報，醒起海神廟夜晚有個好受歡迎嘅節目，就係當地傳統舞蹈表演 Kecak Dance。我2個禮拜前喺烏布已經睇咗一場，而家可以分享俾大家。表演又稱猴舞，佢最特別嘅地方在於全程係冇任何樂器伴奏，超過100個赤裸上身，下邊着住格仔沙龍嘅男子圍成一圈，透過節奏變換嘅呼喊聲嚓嚓嚓嚓嚟營造氣氛。故事嘅主角就係佢2個，王子 Rama 同埋佢老婆 Sita。話說惡魔領主 Ravana 垂涎Sita 嘅美貌，要將佢擄走帶入皇宮。然後神猴哈魯曼嘅出現，佢協助王子帶領一眾嘅猴子猴孫同惡魔展開激烈嘅戰鬥，最後救翻 Sita， 大團圓結局。完場前仲有一段火舞，演者會神靈附體咁樣騎住木馬火中行走，做一個驅魔儀式。我會形容呢段表演係 Super Mario 加勇者鬥惡龍，再加西遊記孫悟空救唐三藏嘅情節。呢個咁有巴里傳統特色嘅表演，絕對值得你睇。